大家好啊！又嚟到我西貢阿希呢個頻道。今日介紹一間西沙路嘅地下單位啦，大概500零尺左右啦，500度，全新裝修啦，三上電有直熱式嘅水爐啊，左乾濕分離，開放式廚房啦。兩房佈局，租金11500蚊。地下單位就多咗個樓梯底啦，或者叫士多房。其實呢個位都可以攞嚟做工人姐姐嘅空間，大概500尺左右，西沙路地下單位，兩房，租金11500蚊。有興趣嘅朋友就聯絡我啦。多謝你收看呢個頻道。